สบายดี尊敬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洪本康。今天非常荣幸，作为普二学院留学生代表，在毕业典礼上发言。2016年，我进入普二学院就读本科，至今我已经在普二学院读过了5年的时光。这5年，虽然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，有1年多未能返校，但它始终是我们人生中最美、最珍贵、最值得回味的5年。我将会把这5年的时光刻在脑海中，珍藏在记忆里。回想刚来到普二学院的时候，正是炎炎夏日，听不懂中文、陌生人的环境，用好奇的眼光来看我的中国人，都让我感到一些不安。普二学院的老师、同学们用热情、友善的态度来对待我，他们把我当成一家人来照顾、关爱我，因此我也渐逐爱上了普二这个城市、中国这个国家。在普二学院的时光，对我来说充满了紧张与挑战。在这里，我有一天也没有松懈过。我每天反省自己，鼓励自己，考验自己，挑战自己。同时，普二学院也鼓励我们去梦想、去追求。在这里充满热情的每一天，都让我们成长，充满自信，懂得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如今在这离别之际，我的心中除了留恋与不舍，还有珍惜与感激。我们感谢普二学院的老师，他们教授我们专业知识，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，是他们的关怀，使我们可以自信的面对人和艰难困苦，是他们的宽容和包容，才使得我们顺利完成毕业，获得机会，追求梦想的机会，这个职业梦想的机会。感谢母校普二学院，普二学院为我们提供了学习、求知识的环境，为我们成长、成才构筑了坚实和平台。感谢世界上最酷的、最有热心的普二学院的同学们，感谢你们在大学期间对留学生的关心与支持，你们都是我们的老师。我们一同在交流当中获得了认真的友谊。你们帮人为乐的态度，你们兴奋、真实的学习的生活，都让我们受益良多。你们都是我们的榜样。说句心里话，此时此刻，我内心非常害怕从今天没有学校的保护，要独自面对社会中的一些风雨，害怕跟心爱的同学们、老师们分开，害怕自己舍不得离开普二。但是我相信我会把老师们的指导与同学们的友谊、支持、鼓励换成我们的力量。我会鼓起勇气，勇敢地面对社会。5年的时间一餐而过，这段岁月给我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。怀念于门外小巷反讨价换讨价的乐趣，怀念去食堂不说什么，阿姨都知道我要吃什么的默契，怀念边下大雨边出太阳，像小孩子闹脾气一样的普二的天气。我的第二故乡普二，我伟大母校普二学院永远在我的心里。最后，真心祝愿我们的母校普二学院蒸蒸日上，祝愿我们普二学院桃李芬芳，祝愿
老师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祝愿同学们前程似锦，幸福快乐。谢谢大我家。怕我没有机会同学们再跟见。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。